可能你唔為意，你過緊嘅每一秒都係時間，或者你覺得冇咩好大驚小怪，但係呢個充滿競爭嘅社會入面，你會點用你嘅時間呢？用咗佢嚟打機，傾電話，用咗佢嚟建立你嘅興趣，用咗佢喺你嘅學業，點先係善用時間呢？有人話時間就係金錢 Time is money。有人話你應該花多啲時間去追求你嘅夢想。我要做藝術家。有人話一剎那嘅快樂先係最緊要。金錢、理想同埋快樂都係一個正常人生所需要嘅，佢哋完全會取決於你點樣去平衡佢哋。如果花太多時間喺某一方面，最終嘅後果可能會不堪設想。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就係花更多嘅時間喺你嘅未來。請善用你嘅時間，多謝。